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下冊，對人際間衝突的反思。人際衝突即人與人之間基於不同的取向或價值觀出現抵觸、爭執、爭鬥。人際衝突有很多種，其中較常見的有父母與子女的衝突、兄弟姊妹間的競爭等。人際衝突若處理不好，可令發生衝突的雙方加深了解，促進人際關係；若處理不當，則會損害人際關係，甚至令關係終結，後果可以很嚴重。所以，我們需認識處理人際衝突的策略，減少衝突帶來的傷害。避免及化解衝突十分重要，但個人誠信和信念也不容忽視。如果為避免或化解衝突而放棄個人誠信及信念，可能會帶來其他問題，因此必須注意兩者之間的平衡。什麼是人際衝突？人際衝突指不同的人對事情有不同的取向或看法，而未能通過溝通達成共識，出現抵觸、爭執、爭鬥。一般來說，當人與人共同商討事情或解決問題時，其中一方威脅到另一方的利益，或反對另一方的行動和議決，又或雙方意見不同，無法達成一致的協定，人際衝突便會發生。這往往會驅動個人作出某些行為或行動。不過，人際衝突不一定會引發暴力行為，由人際衝突引發的行為或行動也可以是和平的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個性，對事物亦有可能有不同的看法，需求也有差異，因此衝突在人際交往中很難完全避免。父母與子女衝突。父母與子女的衝突是指青少年常見的人際衝突之一，成因可從三方面來說。第一方面涉及青少年的成長，家長若不明白子女在成長過程中生理、智能、人格、情緒的身心發展情況，對子女期望過高，或誤解子女的行為，會引起子女的不滿。此外，子女面對着生理和情緒上的成長挑戰，容易出現情緒波動。若不好好處理這些情緒，或欠缺抒發情緒的渠道，性格較衝動的青少年很容易與父母起爭執，甚至出手傷人，造成家庭暴力事件。第二方面和父母的管教方式有關，父母管教方式欠妥，例如過分關心子女，缺乏正面的鼓勵，樹立壞榜樣，施罰時太寬鬆或過分嚴厲等，皆引起親子衝突。第三方面，與親子間的溝通方式及期望有關。若父母只顧工作，對子女批評過度，子女拒絕與父母有任何交流等，都會引起衝突。此外，父母與子女的成長背景及環境有關不同。父母若以自己的思想及行為模式加諸子女身上，而子女又不諒解和體諒父母關懷自己的立場，彼此期望不同，亦會導致衝突。父母與子女的衝突常涉及學業、零用錢、晚上外出、談戀愛和個人私隱等問題。本港家庭暴力問題越來越嚴重。根據香港警務處數字，本港於2008年的家庭暴力案共有7278宗，雖較2007年的7509宗減少了231宗，但問題仍然嚴重。人們以往對家庭暴力的概念，一般認為是父母打子女或父母之間不和，但近年出現了所謂的新型家庭暴力，則涉及子女打父母。有本地醫院急症室平均每年處理約320至330宗家庭暴力受害者求醫個案，當中40%受害者被配偶虐打3次或以上，約1成更有骨折及刀傷等嚴重損傷。此外，不少長者亦是受害者，有62%的老人痴呆症患者曾遭受家人以言語責罵等方式虐待。
近年青少年因玩電子遊戲而與家人產生衝突的個案屢見不鮮。有研究發現，父母與子女衝突的導火線通常是社交與習慣，例如父母不滿子女的打扮、結交的朋友或男女朋友等，而面對衝突，父母和子女多以互罵抒發情緒，最後甚至動武而表示不滿。專家認為，青少年若成長於以暴力解決問題的家庭中，長大後很可能模仿暴力的行為，認為武力可以解決所有問題，因而對父母及下一代採用同樣的處事方法，影響其正常的人際關係發展。而有些家長由於過分溺愛孩子，為了令子女成才而管教過嚴，使子女自動學習不懂與人交往及獨立解決問題。當他們一旦遇到挫折，很可能出現心理問題，甚至認為自己的無能和所有的缺點都是父母造成的。長期的抑壓加上成長中遇到的挫折，終令他們仇恨父母，以暴力的方式發泄情緒。人際衝突的後果，衝突可以由很小的分歧開始，發展至威脅人際關係。不過，發生人際衝突不一定是壞事，若處理得當，可以令衝突雙方加深彼此的了解，因為在衝突的過程中，雙方能更明白彼此的立場、價值觀、看法和要求等，繼而互相尊重，關係甚至可能更勝以前。但若未能及時適當地處理人際衝突，後果可以很嚴重，例如使對方憤怒、產生敵意，甚至令關係終結。一段關係健康與否，不是視乎有冇衝突，而是視乎衝突如何解決。一般處理衝突的策略及其有效程度。逃避和攻擊不是解決衝突的最好策略。採用逃避策略的人，誤以為衝突的結果必是負面的。逃避的後果是無法讓衝突雙方藉以溝通來了解彼此的想法，以致雙方沒有機會加深了解和互相協調。攻擊意味着採用有關策略的人認為自己對方錯。可是衝突每源於個人價值觀、需要和信念的不同，未必與對錯有關。解決問題這策略的結果是雙贏，因為除了使衝突雙方真正解決衝突外，也讓雙方在過程中得以互相了解與互相尊重，建立更緊密和諧的人際關係。以這策略來處理衝突，還有以下好處：學習控制情緒和解決問題的技巧，加強人際溝通的能力，培養忠誠、信賴、誠懇、坦白等高尚情操。解決人際衝突的方法：心平氣和地進行理性的溝通，往往是解決衝突最有效的方法，因為這可以讓彼此更清楚大家的觀點及期望，以消除語言上及行為上的誤會。避免衝突 vs 維護個人誠信及信念。不少人希望避免衝突的發生，這些人認為公開的爭執只會傷害彼此的關係，倒不如遵從對方，不去表達個人的憤怒、失望或不同的意見，以保持雙方的良好關係。例如，遵從對方並不影響個人誠信及信念，則沒有問題。不過，當兩者相違背時，就得小心處理了。個人誠信指個人具有誠實和強烈的道德觀念的特質，是規範個人與個人社會之間的道德準則。就個人來說，誠信是高尚的情操；就社會來說，誠信是正常秩序運行的基礎；就國家來說，誠信是良好的國際形象。信念指信仰不疑的意念，是對什麼是應該或不應該，什麼是對或錯等判斷，或者對事情的看法。
對個人、他人與身處環境的態度和觀感等。崇高的理想信念是每個有志青年成長成才的思想基礎，所以面對衝突時，如果只顧維持人際關係，而放棄了個人的誠信及信念，除了影響自己的心智的健康成長與個人認同感外，還有可能破壞社會的秩序。